每年轮流伫南区昆新、喜洲、甲万里轮流举办的落瓦昆戏湾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6档。活动唔但延续过去传统的文化，更加融入多元的元素，透过形象的包装，甲着创意的优点，带领民众探索三大区域的乡土甲民情。市长黄伟哲伫个区长肖秀华，甲着万年店的主委，以及这位民意代表、里长的陪同，共同宣布活动正式起跑。已经有16年历史的昆喜湾文史活动哈，那欢迎大家来参加2025年台南昆喜湾活动。那这个是从3月15号、16号2天，在我们万年店广场来举办。往年每年举办的时候都是盛况空前，都是人山人海。今年一定要请早，而且我们突然发现今年参展的单位很多，而且里面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踏实，尤其有我们的风味餐。那风味餐，我们的万里大庙万年店又补助了每桌1200，所以呢，只要3800限量100桌就可以享受到非常非常好吃的风味餐。欢迎大家一定要抢先秒杀要来要快现场除了有幼儿园小朋友的舞蹈表演，另外嘛有各社区的传统美食，甲着文创商品的展示，以及澎湃的板凳料理。今年的特色风味餐，结合了万年店每年的王朝大典，庙方嘛特别赞助，完成一道5000块的风味餐，优惠民众只要3800块，限量只有100桌。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万年店，或者是南区公所来下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